美国总统拜登的健康状况一直拢受到各界关注。即马伫咧17，一个第二届确诊到新冠肺炎，取消要去拉斯维加斯的演讲。另外，伫咧访谈当中，拜登嘛头一届讲到，若真正有医疗方面的状况，伊才有可能会重新的评估，敢要去参选。Mr. President, how do you feel? How do you feel? 北京一发布总统拜登确诊，要等于德拉华州家己的厝隔离休困的消息，竞选活动随行采访的记者马上冲到拉斯维加斯机场，去拜登落车坐飞机的过程。伊动作真慢，真细致，一步一步行起楼梯，全程拢无挂喙罨。医生表示，拜登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，流鼻水、咳嗽，已经食第一剂的抗病毒药物 Paxlovid。电视辩论会了后，为了向外界展现拜登的身心健康无问题，竞选团队排定连续密集的造势活动。17这一天伫拉斯维加斯才结束，甲当地拉丁裔电台专访，随去就传出快太确诊，以及伫拉丁的民权团体演讲几乎取消。I do think he needs to step down, and let Vice President lead. 消息传到伫密尔瓦斯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大会，川普支持者认为迄是拜登为健康无好找借口。I think it's fake. He's doing this just to make up for his bad presentation at the debate. 拜登进前伫美国乌兰古路电视8台访谈当中，第一摆讲到，若伊出现医疗状况，可能重新评估是毋是竞选连任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